歡迎來到活像 B 吧，大家好，我哋今集一齊走進梵高的故事。今日要介紹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畫家梵高，讓我帶你哋走進佢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。第一章，不斷嘗試的追夢者。1853年，梵高出生在荷蘭的一個牧師家庭。在成為畫家之前，他做過許多工作，藝術品交易員、老師、書店店員，甚至還當過傳教士。有趣的是，他在每一份工作中都顯得格格不入。傳教士因為過度熱情，竟然把自己的衣服送給窮人，最終被教會解僱。這讓我們看到，在找到真正使命之前，人生難免會經歷各種摸索與嘗試，同我哋呢班普通人真係好似。第二章，藝術之路的艱辛探索。27歲那年，梵高做出重要決定，要成為一名畫家。這個年紀在當時看來已經不算年輕。他自學繪畫，早期的作品色調陰沉，描繪的都是礦工、農民等社會底層人物，好似反映緊佢當時鬱鬱不得志嘅心情咁。1886年，他來到藝術之都巴黎，在這裏接觸到印象派，畫風開始轉變。2年後，佢前往法國南部的阿爾勒，這裏的陽光與色彩徹底改變了他的藝術。第三章，讓我們一齊欣賞梵高最具代表性的3幅作品。第一幅係星夜，這幅畫創作於聖雷米的精神療養院期間，漩渦般的星空，寧靜的村莊，形成動與靜的完美平衡。這不僅是對夜空的描繪，更是藝術家內心世界的寫照。第二幅是向日葵系列，這些作品原本是為了裝飾好有高更的房間而創作。金黃色的向日葵充滿了生命的熱情與活力，展現了藝術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第三幅是麥田群鴉，這是梵高生前最後的作品之一。翻滾的烏雲、飛散的烏鴉，卻與金黃的麥田形成強烈對比，展現出生命最後時刻依然澎湃的創作能量。第四章，生命的終點與永的開始。梵高一生飽受精神疾病同貧窮困擾，在37歲那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生前只賣出一幅畫作《紅色葡萄園》，可說是當時最不得志的畫家之一。然而在他去世後，他的作品逐漸被人們認識和理解。時至今日，他的畫作不僅在博物館中熠熠生輝，更成為激勵無數人的精神象徵。梵高的故事給予每個追夢人的很多啟示。佢嘅故事告訴我們，真正的價值不會因一時的漠視而消失。堅持自己的藝術追求，即使不被理解，每個人都能在黑暗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星光。親愛的朋友，也許你現在正在經歷困難，或許你的價值還沒有被發現，但請相信，只要保持對生活的熱愛，堅持自己的道路，終有一天，你的獨特光芒一定會被世界看見。今集嘅時間又完，下集會再精彩啲，再見。